用十格框嚟幫助學生學習20之內嘅數和量呢，有兩個好主要嘅竅門呢，係老師可以特別留意嘅。第一個竅門呢，就係例如我哋要表達14嘅時候呢，咁當然第一個十格框呢係會擺滿晒嘅物件啦，咁然後剩翻個4個呢，就喺第二個十格框度擺咯。咁而呢一個就將會係幫助小朋友呢去初步體會到咧呢一個嘅位值嘅概念嘅，即係話佢哋會理解14呢為已經有一個10喺度，而另外就有個4喺度嘅。咁而同時呢，呢一個將會係幫助到小朋友呢係會留意到4同14之間嘅關係呢，就係有呢一個咁樣嘅相差10嘅呢一個嘅感覺。咁而第二個竅門呢，就係當小朋友去了解譬如話14呢一個嘅數字嘅時候呢，佢哋都會產生到一個直觀嘅感受呢，就係對10嘅感受。咁而由10嘅感受去發展呢一個14嘅數和量嘅關係。咁而往往喺背後呢，就老師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呢，由10開始呢去數出14，即係話由10，然後11、12、13、14咁樣去表達出嚟。咁當然如果再大啲嘅數值嘅話呢，咁我哋就可能亦都可以用到15開始嘅接續數數啦。咁就係例如好似19嘅時候呢，咁我哋就會15，然後16、17、18、19。咁呢兩個竅門呢，都係會幫助到小朋友呢，對於20之內嘅數和量呢，咁有更加深入嘅認識。